Hello，我叫 Rachel 啊，大家想唔想知道亞灣22,000在香港可以租到乜嘢 level 嘅樓？即刻話你知，呢套係青衣站地鐵上蓋迎翠半島高層2房2廳，全屋向西北望汀九橋。業主前屋裝修過，呢間係細睡房，廁所係明廁乾濕分離，日式裝修風格。由走廊出嚟，我哋嘅大廳見到啲光線係咪好好呢？因為啱好呢，而家係日落嘅時間，一齊睇下外面嘅景色。成個景觀真係好開揚啊！照入嚟嘅光線特別柔和，成個廳係方廳，好容易擺設。大家睇到呢度22,000，覺得值唔值啊？廚房係 U 型嘅設計，都配了冰箱和洗衣機。飯廳仲有個窗。